T-Pass 公共运输通勤月票已经实施1礼拜多，已经有超过800万人次来使用。也毋过大部分拢集中伫北部较济，中南部的效果看起来哪亲像无啥好。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特别预算已经有咧做 T-Pass， 特别预算咧编的时，伫 T-Pass 这部分已经有咧规划中南部公共运输的加强方案，希望会当量早甲中南部的公共运输做好，来增加使用率。为了减轻通勤族交通费用的负担，北中南三大生活圈公共运输通勤月票 T-Pass 7月初1正式实施。根据公路总局的统计，到7月初10，已经有49万1千人次来买，其中基北北桃生活圈是35万3千人次，台中彰华南投苗栗生活圈是2万3千人次，台南高雄屏东生活圈是11万5千人次。北北基都有嘛，对，会比较划算，到处都可以用。像学生来说的话，可能会比较好。就算三大生活圈月票使用的人都要突破50万人次，不过为公路总局的统计嘛，当发现讲，有8成的使用人次是集中伫基北北桃生活圈，台中彰华南投苗栗，甲台南高雄屏东生活圈，敢若占2成。高雄人本来大众运输使用的意愿上就比较低吧，好像大家习惯骑机车。我做的需求没有很大，你假如说需求量大的话，我可能就会买啊。中南部地方它反正就是属于广人稀的状态，现在要做公共建设本来就困难，1200或者999也不是一个很能够给他资源的方法。中南部还有空间可以去施行这一种跟生活结合的比较紧密的公共运输。学者认为讲，便若等甲行路的时间伤长，拢会互使用公共运输失去诱因。安怎互运务进化做多角化的经营，提升利便度，拢是政府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针对这点，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特别预算伫做 T-Pass 的时阵，都有配套措施，针对中南部公共运输加强方案。北部的捷运这么密中南部的捷运，甚至像台南都没有捷运系统，怎么样让中南部的整个公共运输的条件包括路网能够健全也是我们一定要来协助的。王国材强调讲，针对中南部会伫公运计划，甲明年启动的电动公车汰换计划合作，较早改善公共运输的问题，互使用率会当增加。记者综合报道。